消息值啊，就是要去了解到它的这个变化。那么如来如来也是这样，一知众生有无量意，知烦恼体相差别而未除断，知道烦恼的体相都不一样，然后除断我们的烦恼，开示如来秘密的藏，开示如来秘密的宝藏。清净佛性常住不变，若言有者自然不应然，若言无者即是妄语。所以这个很有意思我们的清净佛性它常住，它都不变，不会变的话，没有生也没有。若言有者假如说有这个清净佛性常住不变，那是智慧的人不应然，就是不应该有这个染污了，不要把清净佛性染污了，不要这个常住不变的让它有所变化。那若言无者假如说讲没有清净佛性，没有常住变，那是妄语，你就讲不真实的话。那么若言有者不应默然，假如说有清净佛性，常住不变，有，那你不应该静默，应该要跟大家讲，依护不应戏论赠送，不应该跟不了解透彻的人去赠送，但求了知知法真性，就是要了知透彻的知道知法所有万法的真性。凡夫之人戏论赠送，不解如来威力常故，就是我们凡夫很喜欢争论，都没有意义不了解如来那个威力宝藏。若说以苦以人辩如两生受长，说一切苦故不能知身有乐性。有志之人应不为不应纪念一切无常。所以有智慧的人应当要分别，不应该一直在讲一切无常。何以故？我身既有佛性种子，我们的身体都有佛性种子。若说我凡夫当谓一切佛法悉无有我，这个说无我的时候我们凡人就讲一切佛法都没有我。那么智者应当分别，无我解不实，不是之疑不应生疑这个我们有智慧就应该要别这个无我没有我这个我它假名不实在因为我就是如来，我就是佛无我无我是身体身体是天地的物质知道了以后就不应该再生出怀疑。若言如来秘密宝藏空寂，凡夫闻之生断灭见。讲如来秘密宝藏空的拢无半凡夫若听到安尼唔免受有之人应当分别如来是常无有变异有智慧人听到就应该爱知影咱的如来秘密宝藏那个佛性本体虽然没有形象，可是它常在如如不动，它不会变化这个就是我们有智慧的人应该要知道。若言解脱
譬如幻化，解脱呢，好像幻化。那么凡夫呢，当为得真解脱，即是魔。那边真解脱都死啊啦，死就解脱啦。所以我们凡尘都充塞这一种论调。那边解脱了，他都死就解脱了，没有？都这样说讲那边解脱，那死就解脱。那么有志之人应当分别。人中狮子虽有气来常住无边。人中狮子，咱人来内晒，就是混的，就是他为狮子佛可以讲的真理，把真理说给众生知道，解脱不是魔昧啦，所以我们要了解解脱，是我们自己不造业。咱哪会咧受苦，就是咱正业啦。咱正业咱才会受苦。咱业若莫成就解脱啦。无迄个原因，互咱受苦啦。安尼知无？无力。肉眼无明因缘之行。凡夫之人，闻以分别，生恶华想，名以无明，所以人讲无明这个因缘，无明跟因缘两个，然后合起来以后，都有很多的行为出现，那凡夫呢听到以后就分别生，两个华，一个就是明，一个就是无明。那智者了达，智慧的人透彻知道性无二，明跟无明的性就是一，无二之性呢，即是实性。这个文字我们最常看到，有没有？所以明跟无明其性无二，明的性跟无明的性它是同样的。都是实在在，被文字打败了啦，有没有？都被文字打败，拢伫这个文字内底，明的明，无明的无明，我们把它都很固定化，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像我们众生我们众生无明，众生无明就是不觉，我们不觉是很直察，对不对？对不对？那我们众生的不觉从哪里来？我们众生的不觉从觉来。众生的觉是不是佛性？那我们众生的不觉是不是佛性？对不对？所以觉不觉全部都是实性，都是实实在在我们的真心佛性。安尼有了解无？老实说，生病以后讲的会比较细，会比较详细的，详细听到有对吧？对，所以从分析我们了解，说我们不觉，为什么不觉？从佛性的觉生花，不觉，不知不觉，这个不觉，它的来源还是佛性所以不管是觉，不管是不觉，都是佛性。佛性叫实性，实实在在的佛性，所以叫实性。这个叫智者了达，其性无二，觉，跟不觉，明无明其性无二。若言知行，因缘事则，凡夫为恶，行之以事。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其是实性。赶快啦咱一窍通，就窍通。
上面了解了，底下嘛了解啊，对吧？有没有？所以啊，这个凡夫功，恶，有，这个邪跟有事，那是这里啊，性，邪的性，事的性啊，无二。难道无二之性啊，就是实性，就是实实在在的，那若也，十善十恶，可做不可做，占道道，白华黑华，还无为恶，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啊，即是实性。这个又我们的这个讲，并不跟那个又是跟谁在讲话？没记了，拄则在讲咩？神位啦，跟神位你的对话嘛，所以这个就从那个神话对，那个60跟神位对话延伸下来，十善十恶，就两边对待了，可做不可做也是两边对待了，善道恶道白话黑话，也都是两边对待。然后我们回归到那个行十善是谁？佛心。行十恶是谁？佛心。是不是已经我两边没有了，走入中道。这样我再来看，三道、二道、白话法，是不是都一样？我们两边不要了，我们回归到中间的佛性本，是不是就是一？一就是佛性本体，就是实性。那么若言应修一切法，苦还夫啊，为恶。那么智者了达，其性啊无二。这个应修一切法，跟受苦啊，我们还能受两边。可是啊，我们修一切法也是佛性，受也是佛性，所以啊，就是啊实性。就是中道。若言见行无常者，如来秘密宝藏，亦是无常，还如问。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啊，即是实性。所以我们跳通都跳了解了。所以见行无常，如来秘密的宝藏也是无常，地中，全部都是佛性在对待，所以佛性里面没有，没有常，没有无常，所以都是做到了。若言一切法无我，如来秘密宝藏亦无有我，这个呢，都一样。面对的都是佛性本体，佛性本体啊就是实性。那么我与无我，性无有二，我跟无我，它的没有两个了，就是一个。那么如来秘密的宝藏，其也如是。它的意义啊就是这样。这个叫如来秘密的宝藏，所以我们完成一直在证实啊，有我无我，那这个就是如来讲这就是如来秘密宝藏啊，来对意义。当我们了解了以后，不会想，怎么这样？都不用争了。再怎么争都是都的，铁了，所以啊，可称其啊，无量无边啊，知佛所赞，所有的佛人所称赞。那我今啊，亦是一切功德成就，经中呢，皆悉收矣。我与无我啊，性相无二。
所以啊，我们这边哦更了解哦一点，或许再讲。所以这个我们的十念处啊，第一个就是观身性相犹如虚空。然后我们大家就很多会说，性啊犹如虚空，很能够体会。可是啊，我们的身为什么还跟虚空一样呢？就很怀疑啦。我是以真的角度来说我们的身啊，我们的身体各位觉醒，我们都是新陈代谢啦。我们身体没有一固定的咱的身躯无一个固定的所在。较使我讲咱的胃生出来甲肺应该淘汰120天，所以你的新的血生出来，到它用到被淘汰120天，你不用去这个去努力去有为啦，它自然的都这个现象。那我们所有的细胞也是一样，新陈代谢，新陈代谢，它正常，身体健康。那假如说新陈代谢我们不正常，面对生病，所以了解佛他讲没有一个固定的这个我啦，所以这个我身体的我还是跟虚空一样，没有两样，是一样的，它时时都在变化。所以我们知道说佛以真理的角度来说，观念我们的性跟我们的身，观身性相，性相身的形象，性的本体，全部呢都跟虚空一样强的，它一直在新陈代谢。假如说我们身体没有新陈代谢，小孩子不会长大，我们大人不会老，老了不会死，他都会啊。小孩子会长大，大人会老，老了会死，那个就是整个都是新陈代谢，所以整个都虚空一样，没有两样。然后我们能够观身性相犹如虚空，我们一点点执着，一点点烦恼都没有，没有的啦。就拢甲虚空同款啦，爱执着咩？爱咩？爱烦恼啊咩？拢唔免啦。所以若为真理行入去唔免烦恼，足欢喜咧过日啦。咱若拢众生的境界内底，众生的世界里面啦，烦恼真多，计较真多啦，拢无路用咧。你甲人烦恼甲人计较，拢无路用，拢假啦，拢假咧。所以咱研究性的习惯，知影讲免烦恼，免计较，你看，春风未，规个拢春风啊，对无？好贵，好贵，还有10几分钟我们留给前人问问题。好，请说。可以啊。我们呢要了解到说，我们求道，为什么那么容易就可以得到？真正的那个重要的关键就在我们佛前第10条大愿，不
是我们那个脚的功德会啊，不是，是这个食疗大业。所以这个食疗大业啊，就是我们求道的关键。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它很重要。我们呢，就是要按照这食疗大业呢来这个遵行，实实在在的去做，而且它又很苛刻了，就是很顺着这个道，这个正道来行。所以啊，我们了解说，我们求道者一定呢要对这个食疗大业呢，就有认识，要知道，知道有这个食疗大业，要呢能够时时都记得，它很重要。我们之所以得到，就是因为我们立这食疗大业。这不能得心经，关注在头上，然后我们一般以为说，我就高功电位啊，然后以为说那个钱，然后那个钱我们要知道，因为那个关圣帝君啊，他就讲我们凡尘的众生啊，善财难舍，就是要自己还的钱你再多你都不会理整，可是要帮助人的那个钱啊，你救护拿不出来，善财难舍啦，就是行善的钱啊，很难去做。所以啊，关圣帝君说，假如说你功德会拿不出来，各位先要知道我不能替人家缴功德会一定要求到人本身缴，因为那个是考验他有没有资格来求道。说他本身出钱，那我们又把他出的钱写进表了，就是表示他善财还肯能够拿得出来，那个是功德会这方面。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重点呢，就在于你立的这个食疗大业才受记，才得到。那个交功德会是写入表文的，我不用跟你写的为啥？所以我们了解说有这个过程，我们那个都很慎重，就是心中这个代志。然后我们呢，开始就这个叶宝师就也担保我们然后我们就是本身跪在佛前，就立食疗大业。各位都还记得吗？食疗大业。一定要能够记得，因为我们先记得纲要都去做。第一条是什么？对，所以我们了解到最重要你得到以后，你要诚心，你要诚心抱守这个道，就像莲藕一样，要非常诚心，像天地之间，天地之心表现在凡尘就是诚，诚则天之道。天假说不诚我们万物不生，天不诚我们没有万物，没有东西可以吃，所以天地很诚。然后我们学着天地的诚，然后诚心来抱守这个道。我们要知道这个道非常的珍贵，也看我们对道的那个用心。你看颜回，他呢肌肉相，单丝表演，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他的快乐从哪里来？就是得到，就是孔老夫子已经就是有受记天道，他得到千千无应，终身无死。因为得了道，他重视的程度就超越现实生活了。而且拜龙华天多拜华天跟我们现在呢可以说呢整个观念都不一样。
因为他的那个生活背景狭隘，不大所以32岁就已经回国了。各位就可以了解到，就因为他对道的那个重视，到现在你看经过多久？2、3千年了，对不对？我们的祖先那沙呆，什么名啊？你看年尾跟我们徽亲徽故，我们认识他，对不对？因为他是得孝王，孝王就是他诚心报守，就是把这个道非常宝贵的都够保守住。所以我们就要了解到说，我们之所以可以那么容易就得到了，就是因为我们立了这个愿，要诚心来报守。所以自己一定要实际的做，这样不是从嘴巴讲，而是从心的内心深处去实际的诚心报守。然后接着因为我们诚心来报守这个道，我们就会了解说，以往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有很多的过，所以我们就实在的实心来忏悔，然后我们困到学习修炼，所以我们就了解说，你真正的诚心报守以后，就会了解到说，以往非常多的，可以说呢，都重视完成的那个婚礼，一些伦常都不注重，所以我们就这个实在的来忏悔，因为把那个忏己前不起过过，要你有忏悔了，那以往的做过的错事不再做，往后呢都是新生，这样的话我们就改变了我们整个人生，所以接着呢从诚心报守以后就实行忏悔，然后接着底下这如有虚心假意，这个虚心假意在我们现实社会来讲非常容易呈现的，就是你的心应对的跟实际心里面想的完全都不一样。现在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可是我们就是活钱，然后真正的来这个了解到说，如有虚心假意。看完了，然后接着退收钱，就是这个道怎么我去了以后，我退收，不往前，不精进，这样就以前还，我们跪在佛前立了愿，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自己本身就是要记得我们立的是2大愿，只要我们都记得，我们真修修起来都会有这个成效。所以接着要下如有虚心假意，对说不切，然后欺师媚主，然后这个藐视天人。不正魔规，然后泄露天机，逆道邪，不量力而为者，这个困道这个是修炼者，那个困道仙道有所不同，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在佛前的承诺，就是要真正的按照这样来讲，那个
这个泄露天机的部爱上分，了经说各位就清净得了解。清月到这是桃我们得的三宝，那个意思啊，就是不要在没有求到人的面前去收了，不是说我们在讲心理气管里面就是有很多就实力啊，我们以往都没有收，没有听的一些事。像罗老师说不许偷泄露天机，这个跟那个我们离的治疗大院的泄露天机不一样，完全都不同。所以之前啊，我没有研究心理学，也没有讲，我老师没有讲，我只有负责万八万八以后各位都要各自承担啊，有没有？我们心理心法没有研究，老师没有说这个话。我们心理心法研究以后，老师才说。所以啊，表示说我们在研究已经超越我们郭老师逍遥的保证，我们都已经超越了。超越整个年会，甚至都跟人表现那个7个天地的魂就是年会啊，我们都已经都已经到达那个状态，所以那是要我们回归到我们本位，我们都是佛，那我们要回到我的本位。他假如说我们郭老师保证我们万八逍遥，我们有没有回到本位？没有，只有万八八以后，我们还要再下来，各自承担各自的因果，有没有？是那样的哦。可是我们现在就心理学法已经超越，把我们首要回归到我们原来还没有落入完成之前的状态，我们去找回来，我们回到那个本所以这个才是殊胜，这个才是我们真的要追求的，在怎么样的那个劳苦啊，一世修一世成，往后逍遥自在，和这个快乐不为啊，这个太厉害了，真的，从没有我们看我们整个完成啊，从没有人说了。无人要讲到安尼，那好些真的拼了命，已经10到2次拢互我爬袂起来，我阁真好打，阁加讲。下课，老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姐姐，大家好。我学老天师德，老天爷大德，请感谢各位先生给我学几位学长。分享哪边的13页的周边，对不对？刚好像换过了我举例是这边嘛一切功的成就，其中呢皆悉收益。我以无我形养的徒儿，如因为如是受持顶赞。所以释迦牟尼佛说，我今以此这个功德都成就，那么经中全部都有收了。因为涅槃是佛要进涅槃之前所讲，所以之前所讲经典都很详细。然后我以我这个形象，性跟相，它一也没有了，要我们的这个如是的受持顶赞，一般的坚持意念如是经典，如我先波罗蜜经中说，所以这个摩诃波罗蜜从600年非常多，《金刚经》也是里面的一部分。
是西摩多人，就讲了啦，22年追求的或者是希望提到世界政府。那么主任将主圣经公道，无相七世论，无相七世是我跟我无相认真在主，无相并没有不正，如一如生肉，因没肉有像得新年的大生进步度，因生书得手没有生我支配中的两个，无相地主自己本，如是肉性为从第六的功能众筹，的牛奶对主希望功能的各味道。中气不足，支气管虚弱，胃部多痛，胃部多痛的问题，希望能够尽快解决。到醍醐啊，就第五，最上，它有连贯这个肉酥，然后醍醐，那个是，都有那毒性，所以啊，我们就是要了解说，相是有不同。他性都是一，都是一。唯从自身为他生也，乃至醍醐亦如是。是自己生的吗？还是从别的呢？因缘生发的。对其眼睛观色原因损的问题，需要能够尽快解决。对主呢？所以我们了解说，由荨麻疹、脊椎肿瘤和阴部瘙痒的问题，需要能够尽快解决。对主早上睡醒口干口臭、口苦的问题，需要能够尽快解决。生水是一样，不会自己对主的脖子肿瘤，对主甲状腺肿大的问题，需要能够尽快解决。都是这样。对主脖子肿瘤追完，若从他生呢，其甲状腺肿大的问题，需要能够尽快解决。教授说别人因缘所产生的，那是以别人手中，就是属于别的那一些因缘由来所产生。若非无生呢，如无所为，假如说不是牛奶所产生的话，那牛奶呢它无所作为。若自生者，假如说呢，它其产生不因缘相似相续而生，若相续生呢，则不具生；若不具生呢，无种之谓则不一时。虽不一时，定无不从依次来也。这个佛又详细说呢。假如说各个都是自生的话，醍醐也自己产生，生出也自己产生，熟熟也自己产生，那这样的话呢，不应该的相似，相续而生，所以我们知道呢，牛奶拿到体液了以后就乳酪，乳酪在体液以后就生熟，都是这个样子，相续而生。那么肉相续生呢，则不俱生。这个俱生是同时生牛奶也生，乳酪也生，生酥也生，熟酥也生，醍醐也生，这个叫做俱生。没有办法同时俱生一定呢，要经过提炼。所以这个肉不俱生呢，无种之谓则不一时。就是我们喝牛奶有牛奶的味道，吃乳酪呢有乳酪的味道，它的味道各个呢都不一样，所以一时之中呢没有办法全部呈现五个味道都要经过提炼，虽不一时虽然不是同时，那么定物不从依次来，一定呢不从别的那个提炼出来，一定要从牛奶，所以这边我就讲它虽然不一样的这个现象，可是它的来处一同一样。当之中呢，先有肉相，甘味都不能自别。这个途中虽然没有天，
卤肉，可是啊，它已经具备了那个卤肉的香，味那个甘味啊非常多，它不能自己从牛奶变成肉，不能自变。那么乃至醍醐以葫芦丝一直到醍醐也是这个样子。那我们现在完成像我们这个台湾就只有到卤肉，在进一步熟酥这个我们就变成那个饼干酥饼那个饼干，那种卤肉提炼生熟的没有，因为或许看到那个佛讲，只要你吃那个醍醐，不管什么病都会好所以或许就到那个大卖场去找找醍醐，那就找了老半天找不到醍醐，请问那个店说你有没有卖？他说你是要卖那个酱油吗？酱油啦，酱油有醍醐啦。我说不是是从牛奶提炼的。我的牛奶12大杯才炼1片的卤肉。那个真的，这个想象不到，很大的杯子12杯才1片的卤肉。然后后来就好那我买卤肉，就买卤肉吃了。买了以后，就请问那个结账员，他这个是吃不会吃。他说你买那个那个叫什么？那个我吃的那个2片给它弄热了以后，这样夹在中间就这样子然后他就给我直接讲你直接把那个那后面一盆拆开塑胶的包装你拆开直接吃就可以了。我说可以吗？他说你试试看。还可以，味道还不错。是第一次吃卤肉，结果后来去买了好几次来吃。然后好多人看了我的买说，你一直3个月发胖。我真的吗？说那个很营养吃了就发胖。所以这个醍醐没有买到卤肉。说我们台湾大概只有到卤肉了。你要起舞的话印度去买。印度也不知道有没有提炼因为那个要非常多。你看牛奶12杯大杯才1片。然后你从卤肉又提炼生熟又熟熟，那个要非常量非常多。大概体验到最后一大汤的牛奶炼一点点的卤肉当然可以吃100饼。我吃了以后100饼都会有时候大概没有那个部分这个都不够没有那个部分吃到那个卤肉。所以这个讲说是由时代水草的因缘血脉转变而成乳。那个牛吃草吃水草，然后水草那个血脉转变就成了牛奶。肉食甘草其乳则甜。肉食苦草乳则苦味苦草一言，其乳则有涩味之意。那个牛吃什么样的草，然后它的牛奶就变什么味道那个
吃水山的那个是最好。那么是众生呢，以名无名，业意言故这个生以恶相。若无名转，则变为名。一切之法，善不善人呢，亦无如是，无有恶相。所以这个佛呢就相信说，我们众生有名有无名。这个名就是觉，我们的觉特别灵敏，那个就是名。然后呢，无名就是不觉，不觉就是无名。这名跟无名我们要了解它是一体的，没有分别，是一体。那因为我们有那个业的因缘就变成名无名，就变成两个二相。那若无名转，我们把那个不觉转成觉，这样呢，无名就变名了。所有的万法，善跟善，你把不善右转就变成善，也是一样，都没有恶行。我们了解说，我们在凡尘一定都是两边，然后生灭。那或许说我们从六祖坛经，那个六祖对神会那个事情来说，因为神会很小就开始修道，小孩子就修道，特别灵。然后见到六祖的时候他就问六祖，因为六祖坐着嘛，然后神会就问说，你有没有见到佛性？就是你有看到有性无要甲阮讲就要你本身看到然后六祖听了以后就拿那个拐杖就打那个神会，然后就问他，我打你是痛不痛？你只要说痛不痛他就变凡夫了。难怪你有见不见那个是两边见不见是两边，痛不痛就是生灭。所以我们都在见不见痛不痛是一种的生灭跟两边之中。所以或许从六祖江神会的那个里面我们思索一下，痛是谁我们佛性对不对？不痛是谁知道？佛性对不对？所以我们那个痛不痛的生灭我们都把它归到佛性本体中都在我本身里面痛不痛都在我们里面。我中我不执也不执着不痛，我就全部在中然后见不见一样，谁见？佛性谁不见？也是我们佛性所以见不见两边都是我们佛性，所以我们就不要去执着见，也不要执着不见，就全部都回归到佛性本体。你没有两边的，没有两边的，没有生灭的，都是中道，都是这个叫做没有二相，就是一相，就这样的。心里咱的生活内底，竟然咱都不知，没有人教，不知道。然后那个六祖教神会的时候，也没有讲得很明，只是去思索